你好无？勇哥，你甲我报错啦！我会当出去啊，但是你嘛有掠你歹讲的。我来遮吼，就是想办法啦，看使你用打出来无啦。啊，你若莫遐良心啦，阮甲挂到好势好势啦。我知啊，小文来过，伊有甲我讲。你安尼去害着小文，你知无？因即摆已经无耐性啊！我安尼讲你听有啦吼，文金仔遐命都已经够的啦，人生出来才讲，你若继续拖哦，毋但小文也有代志啊，连你阿妈嘛有代志啊！你搁要搞我阿妈咯？我来这就是你害的，你搁要搞我阿妈咯？我真正有啥代志变来咧？你毋知这死过偌济人啊！你看这啊，我怀个人伫顶头咧，你要看卖啊无啊？你未看卖啊？对啊，是的啦。你哪样讲起来你个洋葱啊？放开！你哪样讲起来洋葱？你这样讲为什么变来了呀？你啊，我告诉你们！就是他！你叫我伊有用诶！你们是要命大吗？名单就有他，你把他抓起来啊！你要不要冲啊？你看你啊！带走。走，走！是的。勇哥，歹势，我唔对啊，勇哥，拜托你，你莫对我阿妈安怎，好不好？拜托的，我跟你问句，拜托的啦，勇哥。林生，最后一次警告，你要是再问不出来，死的就不只是你一个。